咱台湾甲美国的火箭系统到这头期款伫咧月底到期，无法度延期来付钱。也国防部司长黄文启昨是面对在野党的质疑来暗面后庭引起讨论。也针对这件代志，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是为黄文启来抱不平，强调讲国防是袂使等，希望在野党看清国际情势。也副总统萧美琴是希望讲军购案赶紧来通过。 针对美国的军购预算迟迟无法度通过，最近一笔卖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等4项军购第一期款项月底到期无法度兑现。国防部战规司司长黄文启日前面对在野党质疑，艰苦后才引起讨论。行政院长杜英泰日被参加活动，唯一部区强调国防免等免拍者，希望在野党看清国际情势。站在国家一体、国防不能等、国防不能打折的 大前提之下，国会议员在最后的时段，希望在野党的委员们看清国家的需求。副总统萧美琴日被参加民防活动，对黄文启将军为军购案流目屎代志表示，希望有关的军购案能得到立法院全部支持，赶紧通过，增强化咱的国防实力。 全世界各国都在想尽办法要强化自己的国防实力那这一点我们更应该面对台湾当前遭遇的各式的挑战我们更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 对黄文启将军为军购案流目屎，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召会立委马文君发文表示，迄一天完全无讲到要阻挡有法计司的对美军购，不过黄文启却故意讲到法计司规矩这个讲法，伊无清楚用意是啥物，认为是毋是要将法计司告期的责任撒予在野党？记者打电话给马文君，伊无接手机啊。记者综合报道。